看了这个画面，这是昨日台南有人为着排队要爱喙암，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天喙암免钱。喙암是名济，这个规定已经愈来愈灵，也毋过想要买到喙암，同款爱排队。台南就有一个在地企业家足好心情，透过找伊伫咧澳洲做生意的后生，伫在地买6万片喙암，运转来到故乡，要送予需要的乡亲。消息一传出来了后，拢总有4000外人来遮排队，有人透早6点就已经来啊。 排队排甲看袂到买伫倒位，公园内底人气强强滚，到底是咧排啥？看到桌顶遮的物件，答案就出来啊！往前走啊！好，我们这边走。你摕去哪？往前走。即摆上行的喙암伫遮会当领免钱的，毋管是大人还是囡仔，一个人拢会当现领4块。 6点半就来。哦，按排2、3点钟哦。如果没有早一点去药局排，还是排不到。所以来这边的话，就是比较有希望，因为它数量比较多。 摕到的民众一直讲足甘心的，虽望喙암是名济，大人为7天会当买2块，改做7天会当买3块。毋过民众讲也是会买无，知影才有6万块免费的喙암会当摕，就随走来排队。就澳洲爆发疫情之前，我们就已经买，但我们也希望让民众也要珍惜口罩。免费送喙암的是在地企业家，透过人伫澳洲的后生，伫当地买6万块喙암送回来台湾，为防疫尽一份力。 现在的疫情，大家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更扩大，留着在家备用嘛。有优别的喙암会当互人更加安心。含市长黄伟添嘛讲，防疫毋那是政府的工课尔，大家做起来，防疫一定会更加成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